做乜硬嗰啲啊？按到體統嘅時間進來呢？我一下後背呢，就是發通嘅非常，等下就上台。記得開字幕啦！大家好，我係阿姊妹，你的應該會記得哪個苗兒？大家好，我是英靜，你們應該會記得我的名字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回到了花蓮，來爭到了花蓮，就是我們現在地震的搖滾區，講到體統的花蓮哦。做乜硬嗰啲啊？按到體統的時間進來呢？明明一下就係喺好奇地度啊，明明就係愛讀書啊，做乜硬嗰啲啊冇任何廉價嘅時間，就進來發現呢，喺入邊啊，係有一個煙霧。有乜嘅煙霧呢？就係風鈴愛攀同髮機，都好有一個機會，我就來去做嘅同髮機嘅主持人。天公爺咧就係同髮機咧，大家出來看一下，我提用全行業來去主持嘅法通，頭先我先準備默嘅吧。做一個主持人，真係係默嘅對喎。比如講，我一下就係嘅張開始主持嘅細細嘅主持人，我說我默嘅多自家來做。比如講，我嘅衫褲。我等下我自家來運我自家嘅衫褲，還有我嘅手卡、書卡，等下一下全部都係買東西都冇嘅。等下我攞去驗嘅發布上去，我有發布後面有個雜費，我說等下我攞去運一下吼，我說一下就看我來去運我嘅衫褲，還有發布哦。我一下做好我嘅書卡嚟，家下全部都係嘅拍嘅字，一下攞去變做咁樣，看起來動作一自家講。好，下來就看我天公爺嘅表現咯，希望大家都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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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一下就係來到咧風鈴嘅3毫米嘅米倉，好，我一下後背呢，就係發通嘅非常，等下就上台。錯本已經體統根本就冇水咪冇，等下希望做得好好表現，好好表現。然後希望等下冇落雨哦，根本天時1號就冇落雨咩，冇出日頭。就涼涼嘅，冇買門嘅，也係最好嘅一件事情。冇買門嘅，希望等下嘅天時會當好，就從一下係講冇一個體統嘅，希望真係哎呀，花蓮嘅事從我，一下就講我嘅表現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大家按做大家前面講好出組隊先引起第尾度先坐下來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會帶大家做暖身操，等一下會帶大家做暖身操，暖身操過後，我們再一起出發哦，待會我們再一起出發。好嘅，客家語文2、3米同我哋讀書。你所問研究在客家語文嘅啦故說咧，我做兩期啊，第2期我做唔敢聽重點，對啊。剛才我給了一兩。攞佢打開嚟好嘛？攞佢鼓勵下，等佢有信心嘛根本今嘅發通呢順利嘅結束咧，故說根本今嘅影片就到呢邊結束，大家要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，下禮拜要記得來哦，我係阿姊妹走來了。